这是和氏璧呀！和氏璧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这可是楚国的宝贝啊！你从哪里得来的东西啊？是啊，你从哪儿得来的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哎呀，真是，可是宝贝啊！先生，请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，店家。公子何事？那个站在对面商肆穿蓝衣服的人，你可识得？哦，那个是住在尤氏馆舍的东周尤氏，似乎人家称他为中行先生。中行先生，那在下告退了。消息都已经放出去了，出嫁的人也不少。既然要做成一桩大买卖，就不能心太急呀！再等一等吧。好了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啊，先生慢走。张子从义渠回来，已经跟大王复过命了。此刻该跟我说说，我的小狼弟弟怎么样了？你那小狼弟弟，好得很，他都长这么高了啊！义渠王待他有情有义，视若手足，但就是不爱说话。可是眼下公孙衍正在蛊惑义渠与我大秦为敌，我真担心，一旦哪天大秦和义渠兵戈相向，那匹小狼不知道该帮哪头才好啊！张子说的是，看来我得想办法，让大王把小狼弟弟要到秦国来。此为一事，还另有一事，乃万众瞩目之事。张子，请说。茶啊！魁姑上茶，奴婢这就去给张子烹茶。芈月，和氏璧。昔时，和氏璧在朝阳家失窃，因我贫穷，所以朝阳以我盗玉，让我蒙羞含冤，遭受了奇耻大辱。如今张仪也算有些财产，虽说不能富可敌国，但手头还算宽裕。恰逢和氏璧出现在咸阳，我为何不能来看看呢？说不定顺藤摸瓜能找到当年盗玉的真凶，以雪我蒙冤之耻。再好的东西都有它的价钱，张子有钱，去找那持玉之人买了就是。难就难在张仪跟这玉纠葛太多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张仪不愿再为了这玉陷入众人的非议之中。那张子是想要我们替你出头？正是。你想，和氏璧乃楚国国宝啊，芈月是楚人，你当面赎回国宝，天经地义，顺理成章啊。张子对此事志在必得，我已备下资用，单等芈月为我周旋。恕我直言，不知为何，我对这块宝玉突然出现在了咸阳，冥冥中有一种不祥的感觉。芈月多虑了吧？其实坊间一直传说，这和氏璧是驱邪避害的祥瑞之物，此时突然出现在咸阳，说不定是好征兆呢。啊？魏夫人听说那和氏璧的事了吧？为那宝物肯出价的人不少，但那持玉之人一直不肯松口，想必是待价而沽呢。适才我才听说，那出价的人当中，竟然有芈月。芈月，那宝玉曾是我大楚的国宝，要不是大王宠他，就凭他的身份，也配沾那宝贝。既然这宝贝是你们楚国的国宝，王后怎么不肯出价呀？只怕是还不知情吧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芈八子都出手了，王后总不能漠不关心吧？你应该让王后知道。这段日子王后一直对我淡淡的，我才懒得去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你放出口风去，
就说你自己要买，让这话传到王后的耳朵里。别人也得信呐。和氏璧价值连城，我一个小小应妾怎么能买得起？只是说说而已嘛。哎，你刚才说这和氏璧是何物？那可是宝贝。哪国的宝贝？楚国呀。对呀，你孟昭氏大忠大孝，为了赎回楚国的国宝，安抚列祖列宗，倾家荡产，在所不辞啊。那我就试试。妹妹，妹妹好兴致啊，晒太阳呢。是啊，心里头整日晦气得很，再不晒晒就长霉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倒是听说一件新鲜事，那和氏璧突然出现在咸阳了。那又如何？那和氏璧可是我们楚国的国宝啊！真是好笑。和氏璧在楚国已经几百年了，不是在楚王宫里，便是在令尹府上，这跟你有何干系？唉，如今国宝流落在外，我是楚国女子，怎敢忘本背德？应尽微薄之力，让宝物回家。姐姐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我有意将那和氏璧买下，归还母国。不是妹妹听错了吧？姐姐何时变得这么财大气粗的？所以呀，我要将我从楚国带来的妆容和全部首饰都卖掉。若是妹妹有一两样看中的，也算成全了姐姐。嘿，投中了，公子好厉害！嘿。来，公子，王后，我说过了，你有身孕，再来，不用多礼。尝一个永相令送来的果子吧。不用了，多谢王后。王后，可听说过和氏璧？和氏璧，自然听说过。当年楚国逐玉高手卞和采此宝玉于怀玉山，初不为人时。后被文王赏识，琢磨成器，命名为和氏璧，乃我楚国传世之宝啊。是，现今那宝贝就在咸阳。不会吧？自从和氏璧在朝阳相府被盗，不知所踪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咸阳？妹妹也是疑惑。孟昭氏今日来找我，说是要卖掉全部的嫁妆和首饰，把和氏璧买回来。送回楚国，那孟昭氏言辞从来口不对心，他的话不可都信的。但和氏璧在咸阳，应当是真的。上次秦楚交战，王兄怪罪我没有为楚国出力。既然和氏璧原是我楚国国宝，若能赎回，王兄一定很高兴。只是贪恋这宝贝的，一定还有别人。我要弄清下落。一定要先声夺人。中行先生，事情出了一些变故啊，秦国王后也对这块玉紧盯不放啊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王后，好啊，有她出价，不愁这价钱抬不上去。哼，记住，一定要按照我们先前说好的，最后的买主只能是芈月。事情可别出什么差池啊！小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办好了这件事儿，发的可是笔大财。小人的性命可全攥在先生手里了。店家，结账。来了。好了，酒足饭饱。哎，记住我说的话啊，稍安勿躁。那先去吧。
跟着那个人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要去哪儿。是。请留步。哎，等等。啊，张相可在府上？你是说，那人突然提高了价码，本来要8000金的，如今竟索要10000金？小的听说，是因为看中这块玉的人太多，众人私底下都在竞价，商人重利，奇货可居，待价而沽。黄金有价，玉无价，何况和氏璧不是一般的玉璧。你可知道，还有谁在与我们相争？这么说，你是知道的。大约不是一个人，但其间好像有王后。王后？嗯。王后怎么会突然插手此事？真是古怪。八子，王后既然相争，不如就算了。与王后失和，总是不好啊。哎呀，我也是受人之托，偏巧张子与王后又有过节，这让我在中间为难死了。反正金子都是张子给的，若能买到，就先将玉买下来，事后再和王后解释，总比东西落入不知根底的他人手中好些。是。王后，听说芈月也想买和氏璧，而且还出了高价钱呢。什么？芈月要买？奴婢去问过了，有个出价最高的人就是木心。先不论芈月有没有这个财力，她可是从来都不把珠宝玉器放在眼里的人。一块玉璧在她眼里还不如一卷书简。这次不同了，适才奴婢在园子里碰见孟昭氏，她说宫里都在传一句话：得玉者得天下。芈月一向藏有野心，她准是想跟王后争天下呢。不管那块玉璧多少钱，你都要给我买下来。是。母亲，此刻是几更天？回大王，已经过了3更了。难怪，寡人觉着乏了。哦，老奴给您敲敲背，解解乏。啊。听说这几日宫里不太平。是。都是被那和氏璧搅和的。孟昭氏叫唤的最凶，但雷声大，雨点小。芈八子最早出嫁，但遇上了王后不肯罢休，价钱现在已经是数万金了。随侯之珠，和氏之璧，得之者富，失之者贫。芈月那边，寡人心里有数，若不是受张仪托付，定不会趟着浑水。这张仪也是，尽管今非昔比，但当年之痛仍在作怪。张仪入秦，对楚国深恶痛绝，和氏璧是症结之一。人就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可是王后那边也未免有点突兀。可不是嘛，老奴清楚。多事之秋，大王的后宫最好是风平浪静。若真出点什么事儿，只怕不管谁想争胜，最终大家都是一个字：输。
停车，就是这儿了，把东西给我搬进去吧。新鲜的大白菜。你找谁？范谷在吗？啊，在里面呢。搬进来吧。范谷，这是3万斤，我家主人说了，今日定要将和氏璧带回去。贵人，你来晚了一步。珍珠，母亲，怎么回事？这位大人已经将和氏璧先买下了。这就是和氏璧。母亲，你们把金子带走，和氏璧给我留下。珍珠，这个是米八子要买的东西，您要是拿走了，咱们这做下人的拿命也赔不起啊！对不住了，我今日若是不把和氏璧带回去，你我都没办法跟王后交代。拿走！不是，哎，不能拿！你们不能抢啊！你们不能拿走，这是米八子的！哎，这是八子的，给我！这明明是我们先买的！放开我！别争了，都在这儿呢，好热闹啊！师傅，你们这是撞上的还是约好的？大人，这个事儿让小的也很为难。2位豪客都是一掷千金，各不相让，只好谁先来谁拿走。都说和氏璧是天下共传之宝，今日让老奴先开开眼。请。哎，慢点。嚯，真是好包装啊！揭开。的确是块好玉啊！这明明就是八子先买的东西，他们上来就抢。王后要的东西，谁敢横刀夺爱？行了，收起来，跟老奴走。大姐，师傅，大姐，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大王有旨，每人付给他15000金，一同回宫。谢大人。哎呀，这就是和氏璧呀！为了他，孟昭姐姐到处声张，说要卖了嫁妆和首饰赎她归楚，怎么后来就无声无息了？我那点东西就算都卖了，能怎样？连个匣子都买不下来。君子彼得于玉颜，温润而泽人也。不愧是和氏璧，果然晶莹剔透，完美无瑕。听说王后要把她送回母国，那可能还要看一下八子的心意吧。其实送不送都没有关系，王后跟八子是亲姐妹，亲姐妹在宫中共同拥有一块绝世宝玉，那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既然妹妹常说姐妹情分长短，何苦这次硬要与我相争？姐姐该知月儿并非贪恋宝物之人，我也是受人之托。既然妹妹并非贪恋宝物，最好也不要贪恋其他分外的东西。姐姐，这是何意？姐姐说笑呢，可能是姐姐看错了你。你们谁有主意把这个宝玉从匣子里拿出来？我刚试了一下，都不行的。是啊，就好像是长在上面那样，可能是被锁住了吧？没有锁眼，也没有钥匙啊。哎呀，这玉要是不能从匣子里拿出来，如何四面观赏，终是遗憾呐。我想，应当是有奇巧机关，只是不知该从哪里下手。叫人用利器把这个匣子破了便是。万万不可！且不说宝玉贵重，利器无眼，匣子又是硬物精心制作，毁坏了甚为可惜。这制作匣子的人当初定是料到会有动粗这一点，
你若不循他的步骤将他的机关解开，说不定他会有法子将这宝玉毁掉。那可怎么办？依臣妾看呀，这可是一笔好买卖。买了一块宝玉，又送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奇巧匣子，说不定哪天还可以买椟还珠呢。哦，不，是买椟还玉。大王这是何意？宝玉一人一半，一日在王后处，一日在芈月处。这么说来，就谁都得不到了。大王是想让众人都知道我们姐妹和睦，他不偏不倚。哪有这种事情？王后是什么身份？他芈月难道心里无数？他若是识相，就该知难而退。不是说得玉者得天下吗？谁敢再说出这样的话？难道我是为了得天下才买这宝玉的吗？奴婢再也不敢了，王后恕罪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我也是一时烦恼。大王春秋正盛，太子位分未定，这种话要是传出去，是会惹祸的。是。今日之事，亏得大王插手，不然真不知该如何收场。王后本是个好相处的人，自从戴瑁走了，她整个人就变了，言行举止根本就不像她了。当时只想到，就算王后出嫁相争，这顶多也是两方好好商量，怎会派人上来就抢呢？如今骑虎难下，既然王后退让的希望渺茫，月儿能否说服张子，让他另做打算呢？若相争之人不是王后还好说些，如今张子已经有了心结，哪肯顺水推舟？更何况王后已经放出风声，说定要让宝玉归楚。张子早就把楚国给恨透了，这才让他下定决心，非要将和氏璧夺入囊中不可。既然是张子要与王后相争，咱们何必替他强出头？我已经答应他了，只能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可王后与我又有嫌隙，这事真是难办。老东西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大王恕罪，老奴竟忘了今日是初几。不是初9就是初10，不是初1、15。跟寡人兜圈子，想说什么？快说。大王打算何时到王后那儿去看看那块和氏璧呀？急什么呢？东西已经进宫，不是在王后那边，就是在芈月那边，什么时候看不行？老奴担心啊，这两头都落着了，等于这两头都没落着，最后还是把玉锯开，一切踏实。老东西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呀，有话窝在肚子里。老奴闹不清，大王这一招是帮了谁呀？帮了寡人自己。可交房殿那儿，今晚上恐怕谁都睡不着了。走吧。大王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交房殿看和氏璧去。是。王后，大王来了。臣妾拜见大王。免礼。当儿睡了。
淘气了一天，用过晚膳，早早就睡了。前朝事务忙，总不得空过来。臣妾知道，今日大王能来，让臣妾高兴。知道王后和芈月得了稀世宝玉，可喜可贺。寡人特意来交房殿，一睹宝玉风采。珍珠，是，快把和氏璧拿过来。是，大王。周有抵厄，宋有节禄，梁有玄筹，楚有合仆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可惜这匣子有机关，不能将玉从匣子中取出欣赏。竟有这种古怪事！果不其然，尽管得了美玉，但打不开这机关，犹如雾里看花，难免有些扫兴。因为有了这只匣子，宝玉受到挟制。这块玉仿佛是你的，但又不像是你的。臣妾想说的，大王都替臣妾说了。昨日，王后提醒了寡人，玉姐有缘人。你们姐妹谁能把这个匣子上的机关解开，大概就是这和氏璧的有缘人。既然这玉在你们手中轮流掌管，正好一人一日去解开。解开者获玉，这应当算是公平吧？大王主意甚好，臣妾与月儿原本就是姐妹，无论谁输赢，都不会伤了姐妹情分。王后说的是。好。奴婢看，这是一只老虎。当然是老虎，让我数数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这老虎有9个脑袋。有9个脑袋的老虎守着这块和氏璧，这是不是说，如果没有9个脑袋，就别想解开这个机关？有可能是说，得9个脑袋一块儿想。哎呀，这个太难了。我才看了一会儿，眼睛就花了。珍珠，去找永相令，让他把宫内外最好的能人巧匠都找来。大王虽说让我和芈月分头动手，但没有说不可受他人指点。况且宫外见多识广的人多，总有谁能帮我打开这个机关。是。八子，这2日，王后那儿人来人往，因为有赏钱，宫中一下子冒出不少自称懂奇门遁甲、阴阳五行的能人，不知这几位又是什么路数。函谷关刚刚开战，假若他们真的懂奇门遁甲，何不到函谷关去排兵布将，军功授爵得赏禄，还用得着为这几个赏钱绞尽脑汁？他们人多，或许能撞上呢。解机关又不是打狼，人多就能保证赢的。我看你呀，倒是不慌不忙的。我们走吧。夫人，芈八子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你是说今日我身子有些不舒服？是。姐姐，姐姐不必多礼。妹妹一直牵挂姐姐，
却总没来探望，该向姐姐赔罪。八子，快坐。姐姐如何不舒服？前几日我腰着了风寒，酸酸的疼，并无大碍。那姐姐不妨试试妹妹一秘方，用那山里的石吊兰和杜仲煎水，早晚各喝1碗，3、5日后定有成效。此话当真？奴婢腰疼时，八子就用这个偏方给奴婢治病，真的很有效。这2种草药都清毒祛湿，又随手可得，用起来方便得很。那我今日就差人去弄，如果治好了，当真要谢谢妹妹。姐姐太客气了。彩绿，快去太医院按这个偏方把药抓来。是。我听说大王让你和王后分别去解那碧玉匣子上的机关，姐姐猜你应当天天忙得很，怎么得空到我这来闲坐？做事若高下在心，事半功倍；若心中无数，则事倍功半。姐姐是宫中唯一知微知章之人，妹妹到姐姐这来闲坐，定不会空手而归。妹妹谬赞，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妹妹的意思我懂，那和氏璧的匣子我看过了，实在是过于奇巧，悟不出个头绪来。记得我儿时在楚国，曾见过公输班做的竹药，轻巧活络，不输真鸟。这几日我翻看墨子等书籍，还知道公输班做过不少精妙之物。我想那匣子会不会与公输班有所瓜葛？公输班早已驾鹤成仙，不过那匣子与他的传人有关，倒是有可能的。记得有人告诉我，公输班还做过一种暗锁，是用做木器的下脚料磨了磨，锯了锯，凹凸相对制成，一个个做成动物或房屋或器具。和氏璧的匣子该是道理相通。妹妹这么一说，还真是提醒了我。世人管那玩意儿叫鲁班锁，解起来颇费脑筋。你若是猜不透它的重要关节所在，费了多少功夫也解不开那把锁。是啊，那个匣子的重要关节在哪儿呢？奇异之物，自然要到奇异之书中去寻找。除了读庄子、墨子，还应当读一读那奇书之冠《山海经》。哎，你看这花这是头一件这样的啊！是这个啊，要解开它这不容易啊！再好好看看啊，看看。王后别发愁，依奴婢看，今日来的都是些有本事的人，重赏之下，定能破解这个匣子。不是来发牢骚的，想办法呀！哎呀，你这样不行，不可以下手太重。我算看清了，贪图小利都不会有什么大志。王后的意思是，这些人眼里只盯着我的赏钱，如何能指望他们？反正找不到解开的办法。我看应该是不如小机关把它给砸了。哎，这可使不得，这可使不得，不可！伤到和氏璧怎么办？立刻使不得。王后，打探到什么？那个元儿是芈月那边做粗使的，我答应他事成之后转到王后跟前做使唤，并少不了他楚国家人许多好处。其实我也不用他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，多长双眼睛便是。奴婢明白。哎呀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帮你捡。哎，姑姑摔了我没什么，摔坏了八子要读的书简，那就麻烦了。八子怎么要读那么多书啊？这还算多呀？今日只是《山海经》就差不多装满了小半车，明日要搬《庄子》，10万余言，至少要1车了。
山海经，元儿，你怎么在这儿磨叽？后院还有活要干呢。是。王后，奴婢刚刚得知，芈月让人去书库取了《山海经》。《山海经》，还有墨子和庄子。芈月做事向来胸有定见。快，去把宫中这些书都搬到大殿来。今日和氏璧在芈月处，那些人也正好闲着，让他们都找找，看看这书里哪一处和这匣子靠得上。是。月儿，喝点水。这都看了几日了，饭也没好好吃，觉也没好好睡的，这块玉真是害人不浅。姑姑，八子说了，最重要的是找出那只怪兽的出处。这匣子上四面都有只猛虎，每只猛虎都有9个脑袋，这一定有点什么意思在里面。有了，这只神兽是开明兽。什么？我念给你们听听，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里是这么说的：开明兽。昆仑南渊深300仞，开明兽身大类虎而9首，皆人面，东向立昆仑上。9个脑袋的老虎，一定是它，9个脑袋的老虎，开明兽。老人说，这昆仑天界有9道门，这开明兽是给天界守门的。对，庄子在大宗师里称它为奸物。既然他是为天界守门的，那让他来守这块天界宝物也是理所应当。这下好了，知道他的来历，破解这匣子的机关就容易了。嗯。王后，那个元儿说他听得清清楚楚，是开明兽。《山海经》《海内西经》，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，地之下都。昆仑之墟方800里，高10000仞，上有木河，长5旬，大5围。而有9井，以玉为坎，面有9门，门有开明兽守之，百神之所在。王后，这下好了，咱们也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。我们是因为他知道了，所以我们才知道。可明日该是咱们掌管和氏璧，这正是咱们的好机会。去告诉我们请来的那些人，让他们用开明兽做引子，好好动动心思。明日若能解开机关，有重赏。是。木心，把国语正语给我找出来。是。书里有记载，说大鹏国曾被殷商讨伐灭国，但据我所知，鹏人子孙并没有罢休，他们就此往南迁移建国，后来还参与了周武王伐商，可最后还是被我们楚国灭掉了。
寡人还知这彭国是你们楚国最早灭掉的小国之一。大王，寡人听说你为了这和氏璧已经废寝忘食，但是这个被你们楚国灭掉的彭国，跟这匣子有什么关系？臣妾查出了，这匣子上的神兽是开明兽。在蜀地传说中，开明兽本是为祸彭国的怪兽，后来被鳖灵降服，并为建国立功。鳖灵有感其功，遂在建国后自称为开明氏。但也有种说法，说开明氏乃是古蜀国贤王，死后上天，才化作了开明兽。臣妾就是想从这些说法中寻些蛛丝马迹。前朝重臣为了准备与吴国交兵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你们这边为了和氏璧斗得难解难分。寡人让你们打开这匣子的机关，只是为了让这块玉有个着落，省得你们左右为难，也让王后与张子不再计较。谁料有人却因此走火入魔。大王，人家累得眼冒金星，你却拿人家打趣。芈月是个好胜女子，若这匣子的机关被王后那边先打开，你会怎么样？臣妾虽没有破解机关，却读了许多好书，知道了许多有趣的典故，那也是好事啊。若是王后也像你这样想就好了。哎呀，你再试试啊！这些日子试了很多种方法，不行吧？你看你这个方法不行啊，觉得还是想不通了。你再想想。哎呀，王后，你们琢磨这些日子能破解这个机关了吗？王后，破解这匣子机关的法子无非就3种。第一种是抽根法。什么是抽根法？抽根法就是造匣子的人预先在匣子当中留出一根没有榫卯的木条，只要找到这根木条，把它抽出来，整个匣子就可以完全被拆开。第二种是错开法，就是所有木块木条安装上去都是有轴的，只要找对了方向，沿着轴平行错动，就可以从中抽取一根，其他的将迎刃而解。第3种呢？第3种就是旋转法，就是旋转某块木条或木块，把它们一根根的拆下来。既然你们都已经找到了方法，那赶快呀！我们试了全部的方法，无一奏效。怎么会？王后，我们甚至还把这些解法对应8门9星、阴阳5行、3奇6仪、各种牌局、方位都试过了，依旧劳而无功啊！你们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王后恕罪，我们以为这匣子的机关，除了做此匣子的人，世上恐怕再无他人能解。一帮废物！王后恕罪。怎么来晚了？私下耳目太多，不得不当心。眼下可就全都指望你了，你一定要给我盯住了，千万不能让芈月那边先得手。你说事情完了，让我到王后身边伺候，那是自然。那还有我家里……放心吧，王后给楚王去了信，让他好生照顾你的兄弟和母亲。谢谢王后，请他放心，我元儿哪怕拼了性命，也为王后保住这块玉。好，退下吧。这开明兽怎么不管用啊？如果不是开明兽，难道
还有另外一个长着9个脑袋的老虎。或许这开明兽并不是直指破解匣子的机关，或许它只是个引子，用意是要我们留意《山海经》。引子？香儿，你再去把《山海经》的海外经全都给我搬来。好。果不其然，这海外南经、海外西经、海外北经、海外东经，各篇章都是以南字开头。这所记掌故也是由南开始。这么说，这南字该是与这匣子有些关联。上南下北，这匣子的南该是在匣子的上边。这四面除了开明兽，什么都没有。姑姑说这块鱼害人，果然不错。我都饿了1日了，此刻肚子都咕咕叫了。你怎么好意思啊？八子也1日没吃东西了。我还真有些饿了，你们去帮我把膳食端过来吧。是是。东西南北4宫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这是什么？像是个日头，日头照着9个头的开明兽，说不通啊。对，南为朱雀。上书尧典里说过，朱雀为日中星鸟。别碰那块玉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它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那块玉，玉有问题！女儿，你干嘛呀？你怎么拿着和氏璧？不要碰！玉里有毒，不要碰！八子，八子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八子，八子，玉儿，八子，玉儿，八子，玉
八子怎么样？米八子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该是蛇虫之毒。你能确定？草木矿石之毒是吞服或吸入，只有蛇虫之毒是伤及皮肤和血脉。幸好他及时将伤口的毒液吮吸了一部分出来，否则怎样？非常危险。大王，八子是被装在匣子中的毒针刺中，这毒针又和匣子中的机关连接，机关破解，毒针跳出，想拿宝玉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难以逃脱。那个偷和氏璧的人现在怎么样了？哦，那个侍女叫元儿，已经中毒身亡，已经死了。快给八子开药方。大王，微臣只是初步判断米八子中的是蛇虫之毒，但却无法分辨出到底属于何种蛇虫之毒，是一种还是多种。这种蛇虫之毒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若不能明确毒性，对症下药，只怕是适得其反呢。那眼下该怎么办呢？你是太医令，居然没有半点主张。臣先以连翘拔毒，再以犀角牛黄驱毒，但这些方法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，并不能真正解毒。若不能在3日之内找到解药，只怕什么？只怕米八子性命难保。怎会有这样愚笨之人，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去抢和氏璧？亏得那和氏璧上的剧毒让他当场死了，不然我这边如何向大王交代？是奴婢用人不当，王后恕罪。你跟那个元儿见面，有没有被人碰到过？绝对没有。起来吧，看来这都是命。不知是谁这么狠毒。如若昨日我们这边打开了机关，说不定现在中毒身亡的就是我。王后，我刚去西偏殿看过八子，他的情形越发不好了。我知道了，内毒听说好厉害，沾了必死无疑。王后这2日也没少碰那块玉，妹妹是担心会不会也或多或少沾上点儿。珍珠，快去把从楚国带来的那个盒子拿过来。是。听太医说，芈月中的是蛇虫之毒。是，奴婢也听说了。这绿色乃解草木之毒，这红色是解矿物之毒，这瓶黑色的是给蛇虫之毒准备的回龙丹。你们都听好了，到外面谁都不能提起我这里有解毒药。芈月这次自寻死路，我们当然犯不着救她。你们不懂，这药可以救命，也可以惹祸。救命不一定，惹祸却是一定的。是。夫人，孟昭氏来了。魏夫人，魏夫人，这下坏了，大王发脾气了，后宫都乱了。那和氏璧竟然会杀人，大王下令彻查。我已经听说了，听警士说，王后也吓坏了，她还吃了从楚国带来的解毒药。下一步会不会牵扯到我们？唉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事情发生到这一步，也确实是出乎了我的意料。你赶紧回去吧，从今日起，紧闭门户，
跟谁都不要再提起那个惹祸的东西。我们跟他从无关系，也什么都不知道。是。女医治，您不是扁鹊高足吗？您看出什么来了？此毒确为蛇毒，而且有可能来自于楚国。楚国？奴婢在楚国行医多年，对蛇毒只怕比秦国任何人都要熟悉。此蛇毒该不是一种，至少是3种以上的蛇毒混在一起。楚国的蛇毒居然进入寡人的后宫了。雍瑞那边有消息吗？中行先生特立独行，神龛也可以当信使用。拿来，走吧，走吧。干什么呢？小人是做小买卖的，家中老母生病了，着急赶路回家。拿下！不是，我有什么错呀，官爷？中年肥胖，不是咸阳口音，想要出城的，全部扣留待审。带走！不是，官爷，我没犯什么错呀。大王，那个卖和氏璧的商人和他的背后主使中行期已经给抓回来了。抓了？是。问他们有解药吗？中行期虽很严，一个字不肯吐。倒是那个范谷什么都说了，他指天发誓说，不知道和氏璧有毒，所以根本就没有解药。老农派人在他的铺子里搜了个遍，也确实没有发现解药。下毒之人要防身，既然下毒，必有解药。寡人就不信这咸阳城里找不到解药。马上重审那个范谷，还有，让雍瑞一定要撬开中行期的嘴。是。还有何事？大王，雍大人跟老奴说，那个中行期曾经与张子有来往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让那雍瑞好好查查，到底怎么回事。是。据报，韩国已为大战制造弩箭40万支，长矛15万支；赵国征集战马2万匹，征兵8万；魏国也已征集重甲5卒1万人，战车2000架，征服3万人，征兵10万。楚国更是答应20万兵马即刻出征，再加上燕国和齐国，诸国的兵马统共在60万之上。大王，我大秦眼下王军以及各封臣的兵马，能召集在一起的兵力也就20万，兵力部署明显寡不敌众。寡人知道了。甘茂，臣在。从今日起，由你带人按照户籍登记，除残疾外，征兵年龄降为15岁。臣领旨。司马错，臣在。寡人授你兵符，调动10万王军，立即进驻函谷关，操练布阵，准备御敌。臣领旨。楚立吉，臣在。你和宗室封臣们交涉，尽量筹集更多兵丁、马匹和粮草。臣领旨。樱华，儿臣在。你建造盔甲、弓弩、箭支、兵器。是。雍瑞，臣在。你
除了给寡人盯牢各国的动向，还是先完成手中未完之事。遵旨。至于张相、张子，臣在。大王，张仪愿请命出使诸国。诸国联盟并非同筑之长城，张仪愿凭3寸不烂之舌，撬开其中之缝隙，在大战之前为秦国赢得时间。此事寡人还要再思量一下。哎，张子，听说你也被卷入了这和氏璧的是非当中。哼，这和氏璧，说来惭愧，我跟他有不解之缘。难道当时张子就不疑心其中有鬼吗？关心则乱。我也是后来发现其中种种之蹊跷。张子可知这咸阳游士当中有一人叫中行期的，此人在咸阳城中很是吃得开，实在令人瞩目啊。知道，我们相识在魏国，是个能人。哦，原来张子与他是旧友，难怪他曾经拜访过张府。雍大人怎么会对此人如此在意啊？此人与和氏璧的案子有关，如今他在我的手里。大王，你有何事？臣妾知道，大王为了八子心中焦虑，臣妾感同身受。寡人问你，到底有何事？臣妾想，这和氏璧送到宫中，要经过多少人的手，很难算计到一定会害到谁。所以，这胆大包天的下毒之人，应当是在宫中。何以见得？大王不相信臣妾的话。眼下谈不上信与不信，你要拿出根据来。宫中若有人敢做这样的事儿，除非他手中早有解药，因为他在害人之前，首先要确保自己无恙。再之，他必须心中有数，知道谁会死，不然他煞费苦心，伤害的却可能是对他无关紧要之人。既然这样，臣妾已经找到了这下毒之人。谁？说呀，谁？是王后。臣妾知道，一定是王后。王后，你大胆！这和氏璧在王后的手里拿的时候最多，她有机会让人做手脚。你是说，王后为了这和氏璧，要杀害她的亲妹妹？王后怎么想，臣妾不知道。但是臣妾可以断定，王后手中还有那解毒之药。大王是否还记得，上次芈月临盆，王后昏睡不醒，就是吃了从楚国带来的安神药。王后的应女景氏曾经透露，王后有一只匣子，里面装的都是从楚国带来的所谓的神药。据说这些药十分的珍贵，连我们宫内的御医都没有见过，其中就有解各种奇毒之药。即便如此，也无法证明那里面有芈月所需要的解毒药。女医之已经断定，芈月所中之毒是楚国的蛇毒。芈月中毒当晚，王后被景氏提醒，怕自己也染上蛇毒，便唤人拿来了那个匣子，吃了匣子里面的药。大王，臣妾猜测，那定是芈月急需的解毒药。王后，大监来了。大王宣王后即刻去宣誓殿。是。大王还叫老奴转告王后，别忘了拿上从楚国带来的匣子。
王后这几日好忙啊。大王日理万机，与大王比，臣妾实在清闲安逸。芈月中毒，快3天了。是，臣妾每日都去看望她。太医说，芈月机会渺茫，王后怎么看？只要有一线机会，都不应放弃。唯一的机会就是解药，可寡人寻遍咸阳，一无所得。女医之判定，这毒是来自楚国。楚国万里之遥，芈月命在旦夕。王后说，该怎么办？大王若不问起，臣妾真没有胆量剖明曲直。臣妾这儿有一盒从楚国带来的秘药，只因臣妾对诊脉辨舌一窍不通，药性药理一无所知，所以从不敢乱服用。那日事发，臣妾恐怕染上残毒，也只是随手吃了一颗解药，吃个安心而已。既然王后根本不知这解毒药是否对症，却胡乱服下，这与王后说的不敢乱用自相矛盾。臣妾只是情急乱投医，错了怪自己。但芈月妹妹已被荼毒，臣妾怎敢拿妹妹的性命当儿戏呢？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。把匣子拿来，给寡人看看。王后，第2层，左下第1个。寡人看到3个瓶子，红的解矿石之毒，绿的解草木之毒，黑的解蛇虫之毒。王后果然了然于心，赶紧拿去给御医看看。什么人这般多嘴，竟把王后给出卖了？不是孟昭氏，就是景氏，只有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盒子，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若知道大王会查这个盒子，我该早早的把这解药拿出去。王后已经把解药给了大王，倘若这解药真的救得了芈月，那大王应该赏赐王后才是。恰恰相反，芈月若没有死，大王要抓真凶了。什么？王后的意思是？芈月中毒，整个秦国都没有解药，唯独我们有解药，怎能不让人生疑？难道大王会怀疑王后下毒？若是我也会怀疑。否则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那可怎么办呀？但愿解药并不对症。怎样？此药的确是解蛇虫之毒的药，不过能否完全解掉芈八子的毒，还不敢确定。怎会如此呢？此药乃楚国秘药回龙丹，能解荆山蛇、云梦环蛇、双头蛇这3种楚国制毒之蛇的毒。可万一芈八子中的不是这3种毒蛇的毒，就难了，弄不好还会雪上加霜。大王，这种蛇虫之毒变化多端，
其解药，或取之经常出没之地旁边的药草，或取其蛇叶提炼而成，必须对症下药才行。恕臣无礼，能否让女医治取一些米八子中毒之血试一下，看看是否有效？准。恭喜大王，此药完全对症，米八子服药之后3日之内当能醒来。可是，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？啊，大王，米八子上次生产之后，本就是气血两亏，身子尚未痊愈，又被蛇毒伤了经脉，若要驱除余毒，恢复身体，尚需更长的时间。好，寡人就将八子交给你和女医治，要细心照料。是。传我旨意，将王后所住交房殿即刻封殿。查禁之前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是，大王。鄙人姓中行名戚，乃是先晋中行氏的后人，居于魏国。我与张相、张仪是旧相识，我们不要东拉西扯，先说说和氏璧的来历。那和氏璧乃是1月之前，张相亲手交给鄙人的。哼，信口雌黄！张相何来的和氏璧？数年前，张相为何弃楚入齐？天下人皆知啊，乃是因为楚国令尹昭阳丢失了和氏璧，而张子是唯一的嫌疑。假如真是张仪偷到了宝玉，那和氏璧如何从郢都到的咸阳？张子在得到和氏璧之后，因昭阳调查甚严，无法将和氏璧带出关卡，所以先将和氏璧藏了起来。此后借着楚国狄公主与秦国联姻，乃将和氏璧混在了嫁妆之中，避过关卡，带入秦国，由张相自己收藏着。那既然和氏璧是这么千辛万苦才到手的，那张仪为何突然差人将它变卖？那是因为公孙衍联合5国兵临函谷关，秦国将败，张子心中惶恐，打算借着出使诸国逃离秦国，这才变卖和氏璧以筹资费。王后好冤枉，给了解药救了芈月，却被大王疑心是首恶，这天下还有没有公理？公子今日哭闹着要出门去玩，被守门的禁军拦住，惹得他发了好大的脾气。封宫已经2日了，若再无人能证实我的清白，这下毒谋害的罪名恐怕就要被坐实了。王后，这几日我想了许多，越想越觉得悔恨。过去我不曾真正害过谁，若害了，也算不辜负一个心狠手毒的名分。你们跟着我这些年，忠心耿耿，我一人受难也就罢了，不仅连累了孩儿，让你们也跟着落入苦海。王后，王后不要灰心，大王一定会查清真相，给王后一个清白。
你看看，当日张子与寡人在楚国相见，一贫如洗，两袖空空。他若有和氏璧，又何苦那么落魄呢？微臣也是觉得疑惑，但或许当年只是障眼法呢。既然中行期是五国奸细，会不会他在离间分化？中行期是熬不住酷刑才吐的口。就算大王不信张仪会背叛秦国，不信张仪会因五国之乱而胆小逃跑，但那中行期乃张仪旧友，他的口供详尽无比。而那块和氏璧，也曾的确与张子息息相关。大王，中行期的供词暂时看不出任何破绽，这和氏璧又突然出现在咸阳，张子百般热心从中周旋，很难说跟他无干系。大王，张相来了，先下去吧。是。雍大人，臣拜见大王。张仪一直在筹划出使列国的事宜，打算即刻启程。张子，你可曾听说宫中和氏璧一案？哈，此事宫里宫外废议，臣怎会不知？张子怎么看？臣以为，此事并非一人所为，其中必有许多曲折，牵扯进的每个人都砸进了自己的私心和手段，才导致此事如此复杂多变，已经超出了一个人起初的愿望。寡人本欲差你出使列国，游说列国国君，可眼前情形有变，寡人想将你的行程缓一缓，再做打算。大王，函谷关战事吃紧，刻不容缓。大王突然主意变了，能不能给微臣一个理由呢？那中行期已经招供了，说那块和氏璧本就是你的。我的？如果和氏璧是我的，我再买它做甚？哄抬市价，图什么？筹款潜逃。楚离子，哎，我张仪心智不全啊！我要潜逃，我带块玉走，不比带2大箱子金子走要容易得多吗？寡人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，但既然此案牵扯到张子，就请张子在家中多留几日吧。自古谗言离间，皆因君生疑心。臣有嫌隙，趁虚而入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既是如此，我张仪无可辩白，微臣告辞了。张子，既然如此，寡人就不得不派人去你府上，免得生变。好，那是自然。我张仪如今已经成了大秦的嫌犯了，当然得让人看着。你大王没有即刻将我扭送廷尉府受刑，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嘿嘿。楚离子，你以为张子会是偷盗和氏璧之人吗？大丈夫不拘小节，臣以为张仪有没有盗取和氏璧，是否私藏和氏璧，甚至变卖和氏璧，那都与我们无关。那和氏璧是楚国国宝，又不是我秦国国宝。楚人失宝，乃是他们自己失德；何人得宝，以何种手段得宝，在这大争之事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张仪若身居国相之位，却对秦国没有信念，甚至悄悄打着逃走的念头，这恐怕是最不可原谅之处。你真的相信他会是又一个公孙衍吗？张仪为人张狂，与臣性情不合，臣不愿为他打这个保票。但是以臣愚见，张仪未必不忠。身为国相，何等荣
要，不到最后关头，岂能轻易弃之？且他曾亲口说过，五国联盟并不可怕，并且自告奋勇前去游说。然，人在危难之刻，难免有一时半刻的失措之举。多筹些钱，为自己留条后路，也未必就完全说不通。在未能找到和氏璧真正的来历之前，张仪仍是嫌疑者之一。是君臣之间必以信，是夫妻之间必以诚。眼下寡人到底是疑心太重，还是真的无人可信？事关我大秦福祉，实在让寡人左右为难。芈月，芈月，芈月，你这个小丫头，竟然认不出寡人了。来人！大王，快宣太医，芈月醒了。是。大王，八子，你这身子还没好呢。这就是和氏璧。让太医检查过来，只是那个匣子里有机关藏有毒针，和氏璧上并没有毒。好好看看他，你为了他差点丧命。这块玉伤了多少人的心呢？卞和曾抱着璞玉，在楚山下去见楚厉王、楚武王，可玉宫没一口咬定这是块普通石头。结果两代君王均以欺君之罪砍下了卞和的左右脚。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3日3夜，眼泪流干了，流淌在宝玉上的全是血。有何不妥？快过，把它拿走。尽管它足以乱真，但这块玉绝不是和氏璧。这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美玉，做工精巧，白璧无瑕。在我秦宫里，也很难找出同样品格的好玉。你是如何确定它是假的？就因为它过于白璧无瑕。大王，臣妾刚刚提到过，卞和曾抱着璞玉，在楚山下痛哭了3日3夜，和氏璧上沾满了他的血泪。此玉有灵性，
边河的血泪即刻沁入狱中。尽管后来楚文王曾让狱工们剖开宝玉，细心打磨，但碧玉里仍留下了几处血丝。屈子曾在朝阳家欣赏过这块宝玉，说那发丝般的血迹一般人很难发现，但放在光亮之处却尤为明显。如此说来，果真不是和氏璧。是谁这样处心积虑？和氏璧本是独一无二的珍宝，岂容混淆？那人这么做，一定不仅仅是为了谋利。瞧你这孩子，有话不会慢慢说吗？这身子还那么虚，就劳心劳肺的。来来来，赶紧躺下。这汤水越来越浑了。八子真是命大，这若是换了旁人，早就呜呼哀哉了。妹妹别太伤心了，调养段时间，身子会好的。是啊，等八子养好了，照样是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我哪里是在为自己的容貌叹息？我是想我这一病，不知又得罪了多少人。这些日子我明明见好，可除了2位姐姐，宫里无人肯理睬我，连王后都不来看我。八子为何要惦记王后啊？是她的解药救了我的命，我总该当面谢她。你们这是齐心要瞒我什么？前些日子我命如寒蝉，岌岌可危，宫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女医治说了，你全身经脉均伤，要心无旁骛才能调养好。等过些日子你腿脚利落了，再知道也不迟。姑姑这么一说，我就更躺不住了。你们若不告诉我，我去问大王。哎，八子真是倔强，你赶快躺好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你呀，就不要想着惦记王后了，更不要在大王跟前提及王后。如今王后已是戴罪之身。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只有大监最清楚，我们也是从他嘴里听到三言两语，才略知眉目。拜见大王。基地免礼。听说芈八子已无大碍，恭喜大王。虽然已经好些了，但身子还是过于虚弱，仍需要静养。和氏璧一案还辨不出黑白，吴国为秦之事重中之重，是否考虑派张仪出使游说，分化列国？张仪身处嫌疑，恐难再为国相。王后乃后宫之人，臣不敢擅作主张。长子有才，有才不忠，比无才更甚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，说要及时求见大王。老奴让他在外候着呢。他这么弱的身子，为何到承明殿来？说是关于和氏璧毒案。和氏璧毒案？是，芈八子说事情紧急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臣告退。大王，过来。这手冰凉的，快烤烤火吧。母监，端碗热水过来。是。玉儿没事。没事？这么弱的身子，这么冷的天，还往外跑？臣妾只是想到了那个案子，实在在交房殿躺不住了。你身子不好，就别为这事情费心了。这一日躺着无事，就这案子的情形，我问了宫中的姐妹和相关之人，才知道此事不仅牵涉到王后，
还牵涉到了国相张仪。不错。臣妾以为那个中行期很可疑，应该重新审他一次。可是太晚了。上午雍瑞来禀报，说那中行期在狱中打碎陶罐，割腕自杀。寡人让雍大夫即刻重审那犯骨，得到了些新口供，但是听起来都是胡言乱语。他说了些什么？他说，中行期曾叮嘱他，这块玉无论多少人出价，到最后只能卖给一个人。那人恐怕是张子。正是。但此玉若是张仪出售，并通过你之手哄抬市价，为何到最后又要返回到张子之手？这岂不是用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？这就对上了。你看出来什么？大王明鉴，既然那和氏璧是假的，那么关于中行期所说的张子如何盗取和氏璧，如何变卖和氏璧之事，皆应当是假的。你先歇息一会儿再说。既然他们为了设计张仪，那匣中的毒针很可能就是针对张仪，对方必是知道张仪的过去，也知道他会对和氏璧耿耿于怀，所以将毒针藏在匣中暗算。我和王后半路相争，和大王让我们破解匣子的机关，大约都在他们的算计之外，只因他们有备而来。当毒针刺中我和元儿，大王彻查抓住中行期后，他们马上又用了苦肉计，把脏水泼到张仪身上。张子无辜，却是有口难辩。这个雍瑞是如何审案的？差点误了寡人的大事。这也怪不得雍大人，那中行期一伙早就做了算计，又抱着必死之心，只怕换个人审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但那蛇毒来得奇怪，你和王后相争和氏璧，你中毒以后，王后就赶紧吃了解毒药。她是秦宫中唯一有解毒药的人。大王，一事且归一事，就事论事。就算王后有杀我之心，我也不能落井下石，指黑说黄，明知其冤，却因为私人恩怨而私心窃喜。金山蛇、云梦环蛇、双头蛇，乃是楚国3种最毒的蛇。楚国宫中藏有这3种蛇的蛇毒，而宫中秘制的解蛇毒药回龙丹，也是针对这3种蛇毒而提炼的。所以王后的药正巧能解此毒，但未必王后就是下毒之人。依你之见，谁该是下毒的人？臣妾后来又将那假和氏璧拿来细看，发现不但玉质绝美，而且做工精致，都堪为杰作。和氏璧为传世之宝，假和氏璧可以以假乱真。臣妾以为那始作俑者一定是曾经持有过和氏璧之人。这么说，此人应该是来自楚国。说起楚国，臣妾首先想到的是楚王，但楚王天性糊涂，并不是阴毒设计之人。令尹朝阳，可能是他，但不仅仅是他。诸国兵马联手攻秦，楚国派朝阳当统帅，朝阳自然立功心切，但朝阳的性情一贯暴躁，并不工于心计。这种连环计环环相套，朝阳背后必有高人。那人记恨张仪，忌惮张仪之才，欲除之而后快，利用朝阳和和氏璧行此诬陷之计。寡人知道那个高人是谁了。大王的意思是？公孙衍。大王怎能如此肯定？公孙衍与张仪有深仇大恨，朝阳不过是误会张仪盗了和氏璧，但公孙衍却一直以为是因张仪的到来而失去寡人的倚重，最终弃秦投魏。公孙衍虽有才华，但心胸狭窄，计较善妒。
他一心想要让我为他离去而痛悔，所以他才会游说诸国与秦国为敌，以此证明他公孙衍的能力。他设计假和氏璧的圈套，既是为了陷害张子，使得君臣相疑，同时也是暗喻寡人不知见识人才，不懂辨认珍宝。那既然如此，大王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大敌当前，寡人本拟让张仪去诸国游说，分化列国，但眼下既然对手如此记恨惧怕张仪，那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，重用张仪，游说分化诸侯，让公孙衍的计谋不能得逞。士可杀不可辱。寡人虽然对中行期的口供并非深信不疑，但对张子也有所疑惑。寡人担心他因此而负气抗旨，不再为寡人效命。人以国事相待，我以国事报之。公孙衍太过熟悉大王，又太过了解张仪，才会设下这么个局来。臣妾以为，对张仪来讲，请将不如激将。激将？公孙衍如此与秦国纠缠不放，皆因为好胜之心，而张仪无端受此诬陷，必会有报复之心。若能激起张仪的报复之心，那天底下有比留在秦国更能与公孙衍一决高下的地方吗？好，说得好。可惜张子这阵子被寡人圈在家中，定是一肚子委屈不忿。派何人前去周旋转还才好。大王，那你看臣妾如何？你在这秦宫里，除了大王，比我更知晓张仪的人恐怕没有。可你的身子……大王不妨派一辆好车送芈月出宫。都撤了吗？是，撤。张相在家吗？张子，姑姑，这屋子里的味道太难闻了。什么东西这么刺鼻子？张子博闻强记，应当知道这是沉香，来自阳月之南邑。什么花儿香啊草啊，跟我张仪都无缘。你们弄这些东西来做什么？张子身为国相，肩负大秦重任，可这屋子里却有股萎靡不振、气息奄奄的味道。我非铜胶铁铸，我乃肉体凡胎，当萎靡时则萎靡。至于气味不好闻，没人替我打扫。你以前那些个小童仆都去哪儿了？何况你身为国相，我听说大王曾送你数名美姬服侍。张仪倒霉，没人来陪啊！自从那日大王说要派人把守相府，回来我就让他们全都走了。我可不愿意整日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愁眉苦脸的。再说了，我若真有事，总不能牵累人家吧？张子只愿躺下说话，身子哪里不是？头痛胸闷，那这沉香正好对症，主心腹痛、霍乱、中恶、清神。我是心病，你的沉香治不了。那就换一剂药。哎呀，算了，
芈月，从你进门我就知道你的来意。你不要告诉我说大王终于弄明白我是冤枉的，冤案要昭雪，要让我感激涕零。非也。非也。长子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和氏璧。是，但可惜这是假的。假的？如此瑰丽华美，怎可能是假的呢？足以乱真，就因为它过于完美无缺，所以露了马脚。你看出来的？芈月厉害啊！张子为何捶胸顿足？像我张仪这辈子，几次三番被这东西差点害得丢了性命。今日第一次见到真面目，还是个赝品。张子以和氏璧为仇，但我认为，恰恰是和氏璧成就了张子。哎呀，你不要再取笑我了。老子曰：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”任何事情都有福祸两面。试问，若无和氏璧，张子此时还在朝阳门下浑浑噩噩的度日。因为有了和氏璧，才把张子逼到绝处，因而走出楚国，成为秦国国相，一怒诸侯惧。那此番呢？此番，诸国联手攻秦，公孙衍本来就与你有仇，又惧怕你的才华，于是以和氏璧为计陷害于你。但如今你毫发无损，这只能成就你在诸侯之间的威名。等你再出使列国，诸侯召见之时，你未发一言，他们就先行气馁了。芈月说得好。我张仪若说我心没动，那是假话。那张子……来人，来给我更衣，我要进宫见大王。来人呐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都是些财力攀高之徒，没一个忠心的。我自己来。拿来。什么？诏书令符啊。这个，见了大王自然会有。大王为何没让你带来？你亲自面对大王，才好讨价还价。我不可越俎代庖。芈月，你出师了。大王，此番出国，已经对我大秦举兵。全有赖张子前往各国游说分化，解我大秦之困局。张仪义不容辞。纵观全局，张子看还有何遗漏之处？据说半年前燕王驾崩，大公主孟莹之孩儿公子直，年仅2岁便丧父，母子俩很是可怜。眼下孟莹成为了义后，太子桧继位，此君懦弱无能。大权旁落于国相子之手中。前次大王修书一封给义后，
请他帮母国说话，却一直没有得到义后的回信。此次出使诸国，张仪以为第一站就应是燕国。望大王能再修信一封给义后，我等只要说服子之，这燕国就会成为羊群中第一只掉头而回的羊。别的羊见了，不可能不为之心动。好，除此之外，张子还有何要求？寡人定当尽力为你办到。大王，张仪还真的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说来惭愧啊，张仪一向自负，却因着和氏璧几次三番差点断送我的性命。此次公孙衍以假和氏璧相诱，固然是要构陷微臣，但臣料定公孙衍也是想以假诱真。若是这和氏璧真的在秦国境内，大王日后得到了和氏璧，请交于在下，将其砸碎，以泄此恨。玉璧易得，国士难求。和氏璧虽为楚国之宝，但你张仪却是我秦国之宝。寡人答应你，若和氏璧真的落在寡人手中，定当赐予你张仪，任你处置。是为知机者死，张仪愿为我王效命。好。大王，老奴弄清楚了，王后和芈八子为和氏璧相争，此事背后果然有人作祟，宫中还有人放出“得玉者得天下”的话。谁？孟昭氏。但在背后怂恿他的，好像是魏夫人。魏夫人历来与王后不和，她浑水摸鱼，还到寡人这里来出手王后。也正因如此，才救了芈月一命。但那孟昭氏是王后的应试，她与魏夫人怎么会联手？有人唯恐寡人的后宫不乱。大王，公子华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孩儿拜见父王。华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孩儿这几日苦思冥想，让工匠将我秦军的盔甲进行调整。如何调整？比如说步兵，他们的前胸、后背、肩膀易受攻击。其甲衣由前甲、后甲和披帛等3部分合成。那骑兵必须便于骑射，其甲衣就比较短小，仅到腹部。没有披帛，还有车御，他们的手、臂、颈易受攻击。孩儿让其甲衣不仅有前甲和后甲，还有手甲、臂甲以及盆领。好，华儿真能干。函谷关大敌当前，孩儿愿为父王分忧解愁。华儿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没有辜负过寡人的期望。只是你那个娘亲，娘亲又做错何事了？你没听说过前阵子和氏璧的事吗？宫中人人皆知。你那个娘亲又在搅浑水了。父王，娘亲糊涂，请父王宽恕。孩儿定以命相劝，让娘亲好好在后宫安分守己，不再做任何错事。那就最好了。起来吧。谢父王。老奴拜见王后。大监不必多礼。
有什么话直说吧。王后以为老奴要说什么？芈月中毒，大王寻找摄局之人，因为臣妾是宫中唯一有对症解药之人，瓜李之嫌，难证清白。大王要臣妾担责，臣妾就担；大王要臣妾的性命，尽管拿去。王后觉得委屈，臣妾有口难辩。大王英明，并未轻易定案。大王禁足王后，派人封闭交房殿，也是为了谨慎起见。王后不管是否冤枉，但同样要提防别人栽赃陷害。芈八子身体康复后，了解此事，亲自破了和氏璧的迷局。他向大王力证，王后与此事无关，因此大王口谕，派老奴前来，撤了交房殿的侍卫。是芈月亲自向大王力证？正是。这怎么会？王后，这就是说，大王相信王后是清白的了。是啊。除此之外，老奴还有一句告诫。大监请讲。秦宫历来清静，既无什么秘制，也无什么神药，宫外不洁之物带入宫中，那就是惹祸的根源。人往往是先自侮，而后遭人侮之；加自毁，而后遭人毁之。王后还是要事事严谨为好。老奴告退了。多谢大监提点。王后，大监是什么意思？珍珠，随我到寝殿，去把我陪嫁的单子都给我找出来。陪嫁的单子一直是在戴墨姑姑那儿，戴墨姑姑去了也没来得及交代，不知道在哪儿啊。不，今日就算是把交房殿翻个底儿，也得把那单子找出来。大监不是说王后没事了吗？王后为何反而要慌张起来？大监的话，我听明白了。若是要大王彻底去掉疑心，就要把我从楚国带来的东西交代得一目了然。快随我去。是。